大家好，我係阿比，今日就講6月遊戲短評同感想嘅上篇。今集介紹住5隻 game 先，咁都係啲輕策類嘅遊戲。第一隻係 Idle Alive，一隻 LCG 類2人對戰嘅卡牌遊戲，玩法好簡單嘅，每人有3個偶像，其中佢 C 位偶像有個特別嘅技能可以發動。玩家回合嗰陣可以俾 Cost 打手牌、打事件卡，同粉絲互動拎星援嘅 token，同埋耗用星援嘅 token 以獲得額外嘅行動。完成晒咧先會到下個玩家。手牌可以理解做佢哋嘅歌曲，有啲卡牌甚至要3個偶像一齊大合唱。卡牌大部分技能咧都係提升人氣度或者吸 fans 嘅，咁啲 fans 咧亦有唔同嘅技能，例如扣人氣、拎星援、token 等等。只要有玩家最快獲得20個 fans 就贏。我玩咗幾場咧，都係用遊戲建議嘅 deck 組，冇特別砌啦。咁覺得遊戲主題偶像登台唱歌係幾得意嘅。即使我唔係玩 Deluxe 冇膠版，只係得啲紙牌啦，咁望住6個咁靚嘅女仔咧，都好有投入感。我有時出大合唱嗰張卡嗰陣咧，會大叫粉紅珍珠歌星亂入嘅，甚至仲一度以為咧嗰6個都係 VTuber 嚟嘅。玩法上，我覺得2人對戰嘅卡 game 要有砌 engine 之餘咧，互相攻防呢點都好緊要。唔知係咪因為我用佢建議嘅牌組啦，個玩法上我覺得冇咩對戰嘅博弈感嘅。攻擊嘅牌例如要對手揀個粉絲掉咗去，都係啲即時直接嘅傷害。事件卡咧又唔係啲長期嘅效果。覺得遊戲帶唔出啲連 hit 感之餘咧，亦冇咩有效嘅卡阻止對手獲勝㗎。加上 fans 咧係隨機抽3張出嚟㗎，大家都唔想要啲低分或者負面效果嘅 fans 啦。拎完咧隨時仲要做基石開啲高分嘅 fans 出嚟益咗對手。佢 fans 咧係自稱偉大，太過講牌運啦，又冇得搶人張 fans 牌落自己度，因此隻 game 咧體驗過就算啦。Artwork 配埋個主題係幾好嘅，只係2人對戰感唔重，策略性唔高。係隻輕鬆玩下咪認真嘅2人 game 嚟㗎，都感謝聽眾嘅推薦㗎。等我哋試到啲我哋比較少接觸嘅日系遊戲。第二隻要介紹嘅係 Lux 離光，一隻吃墩嘅小品啦，玩法簡單嘅，以4人局 set up 講啦。遊戲有5隻顏色1至10號牌，每人派10張。玩家將10張牌以顏色分組，再由大至細牌整理好晒咧，就暗手傳俾下家。手上嘅手牌除咗自己睇唔到，其他玩家都會睇到嘅。然後大家按順序輪流估自己贏到幾多噸，黃豬代表1噸，藍豬代表安全豬，食唔食到都得嘅。打牌過程同一般吃墩規則無異，只係黃色牌代表最大顏色，即係例如當3家都打紫色，自己冇紫色牌咧就可以打任意顏色。如果打黃色咧就會贏噸。打晒所有手牌之後咧，就睇下同自己預測結果係咪等同。一樣嘅話咧，只有黃豬就會加10分，混有藍豬喺入邊咧就加5分。錯嘅話咧，每差距1噸扣5分。例如我估食2噸，點知食咗4噸，該輪咧就要扣10分啦。咁遊戲總共玩4輪，每輪估啱分數咧都會增加，詳情就參與翻分子啦。一路玩咧就諗起一隻叫花火嘅 game 啦。咁花火係一隻合作嘅 game 嚟㗎，又係個個都睇到自己嘅牌，自己睇唔到，然後要做推敲。而呢隻咧就轉咗對戰吃墩遊戲，咁玩落都有少少驚喜嘅。佢喺固有嘅吃墩機制之下咧，都揾到啲新嘅元素加落去，而且加得都唔錯嘅。由齋睇自己嘅牌轉做睇3組牌再分析咧，都幾特別。我覺得無論3人局或者4人局都好啦，個資訊都幾多嘅。因此比較上咧，我覺得比一般齋睇自己牌係更加容易掌握個賽果。亦因此咧，我睇完嗰場係4場都估中晒㗎。另一點係咧，我覺得吃得最多噸冇額外獎勵，好唔鼓勵性。佢得分一定得估啱自己食幾多噸咧，先會有個固定嘅分數。我習慣咗咧無私牌嗰種得分方式大上大落，略嫌呢隻分數上唔夠刺激。我覺得起碼咧都要鼓勵下食得多噸嘅玩家，例如每人1噸就有1分都好啊。另一個小詬病咧係佢啲卡牌靚就靚啦，但係設計都大大張。如果冇卡咗玩咧，我覺得好唔方便，同埋啲卡咧喺手上都有啲難睇嘅。佢盒 game 咧又冇附任何配件去輔助呢個重心嘅玩法，設計上覺得有啲不足。總結啦，呢隻 game 咧，我覺得以過場小品嚟講都唔錯嘅，固有吃墩之上都有啲變化，咁有興趣咧都可以體驗下嘅。第三隻要介紹嘅係出包魔法師，一隻歡樂派對類考少少記性嘅桌遊，玩法非常簡單，每人抽5塊魔法石放喺自己面前，內容要面向其他玩家，自己唔睇得嘅。咁有1至8號嘅魔法，魔法數量咧等同佢掛鈎個號碼。到自己回合嗰陣咧，就可以叫一個魔法。如果有咧，上家會話俾玩家知，並將魔法石拎出版圖中央，代表用咗，發動佢嘅魔法效果，都係啲攻擊或者補血。
然後玩家咧可以決定要唔要繼續叫魔法，但係要注意咧，只可以叫等同頭先叫個數字或者更大。如果叫一個自己冇嘅魔法咧，就要扣1滴血。有玩家冇晒血咧，就計分開始新嘅一局，直到有玩家有8分就完 game，最高分贏。咁佢係一隻好短、容易上手、好帶動到氣氛嘅派對類遊戲啦。過程大家咧都好中意咁叫啲魔法互相攻擊，push your luck 個機制咧都幾刺激嘅。有時叫錯魔法打中自己，或者唔信邪覺得召喚某款魔法機會率咁高，冇理由召喚唔到嘅。結果咧果然係冇，仲害死埋自己。個畫面都幾滑稽嘅，所以隻 game 咧有機會都可以體驗下，簡單而歡樂。啲魔法石咧都好有質感，好靚嘅。好耐以前啦，我仲玩過一隻叫做獨斗魔法師，咁玩法複雜過呢隻少少。目標咧就係製造好多 cube 傳俾下家，谷爆下家個煲咧，從而炸死下家。隻 game 咧充分貫徹咗睇人撲街最開心嘅理念㗎。咁比起呢隻更歡樂同更有策略，咁大家咧有興趣都可以體驗下嘅。第4隻要介紹嘅係 Cascadito， 一隻 Paper and Pen 類嘅遊戲，主題咧係要分佈產業，從而為國土帶嚟繁榮。遊戲提供咗4款唔同嘅地圖俾玩家揀嚟玩，每張圖咧大同小異，都係有塊土地啦，有條產業軌，上方有2條巴係該回合得分嘅要求。玩法好簡單嘅，每輪擲6粒色，色面咧有5隻色同冇作用嘅黑色。玩家輪流揀1粒用，揀完畫翻一個交叉喺地圖上相應嗰隻色嘅城鎮嘅6格範圍內。如果地圖有河流，亦可以揀畫落河流而非土地之上。當畫交叉畫到有2個連埋咧，就會變成一個 group。用邊隻連成嘅咧，就會升色面顏色嗰條 track。track 上面咧有時又會有啲獎勵咁樣嘅。不過注意係咧，每 group 第一次掂城鎮嗰下先會觸發到去推 track。如果後續以舊 group 再交叉掂到已經掂過嘅城鎮咧，係唔會觸發多次推 track。簡單嚟講咧，就即係只有新 group 第一次掂到城鎮嗰下咧，先有得推 track。地圖上最上方嗰啲任務咧，係由玩家鬥快去完成㗎，得1個人可以拎到嘅啫。而佢下一排啲任務咧，就快慢都冇所謂，達成就已經有分㗎啦。咁只要上排全部任務都搶晒，或者下排全部任務由1個玩家完成晒咧，就會觸發 end game，最高分嘅玩家贏。咁頭先玩法上咧都講舊 group 掂埋城鎮度咧係冇得推 track 嘅。一開頭係冇咩問題嘅，喺到遊戲中期咧不斷畫交叉，令到張紙好化，唔同 group 又連埋一齊，導致咧好容易睇錯睇漏，以為新一 group 未連，但係其實已經連過㗎啦。所以睇嗰陣咧一定要金睛火眼，因為佢有啲連鎖位，例如升條 track 到某個位觸發到送 A 嘅獎勵，然後用 A 嘅獎勵又觸發到送 B 嘅獎勵，再因為 B 嘅獎勵咧而完成到要鬥快嘅任務。滿心歡喜啦，望多2眼發現原來已經連過，追溯翻啲連鎖咧都好麻煩嘅。相對上啦，Map 1冇咁多獎勵㗎，同任務比較簡單嘅關係咧，選擇好明顯嘅，一場好快完。感覺上咧設計出嚟只係俾玩家熟悉下個玩法，體驗上係唔太有趣嘅。而後面啲 Map 咧任務比較複雜，唔係咁容易做，完成之前咧會多啲變卦，又會驚俾對手搶先完成咗任務，個體驗上咧係會有啲競速感喺度嘅。而呢個畫法結果咧就係成張紙都係好多交叉，唔會有同類型好似王國製圖師咁有規劃土地嘅細緻感，反而有種叫緊車仔麵圈嘢嘅隨性喺入邊，成品可謂毫無美感啊！所以覺得呢隻 game 咧體驗過就算啦，佢玩法樸實啦，冇咩特別吸引人嘅地方，玩落又唔算話好差好悶。咁佢原版係叫 Cascadero 嘅，望落玩法都係差唔多啦。咁以 Paper and Pen 體驗嚟講咧，佢未令我有興趣好想試埋嘅。咁我睇翻咧先發現原來2隻都係2024年嘅作品嚟㗎，但係佢嘅畫風色水玩法咧都令我有種錯覺，以為佢哋係10幾年前出嘅 game 嚟。最後要介紹嘅係 Legend 12軍團嘅 Season 1啊。佢係一隻 LCG 類2人對戰嘅卡牌遊戲啦。咁我玩嘅 Season 1咧係包含咗天庭同太陽城兩邊嘅牌組。天庭嗰邊嘅軍團卡咧大多數都係啲三國人物，例如劉關張呂布等等。太陽城嗰邊嘅軍團卡咧係啲埃及人物，納芙弟弟等等啦。講一講佢基本嘅玩法啦。每回合有6個階段，頭幾個階段咧都係啲重整狀態啊、抽牌、補士氣卡等等嘅行政嘢嚟㗎。而主要階段咧就係每回合嘅重心部分啦。玩家可以打牌、移動同用軍團卡進攻。所有卡同技能咧都係靠士氣卡去發動嘅。卡牌主要有3款，包括係軍團卡，即係啲武將，有分近戰、遠攻。
戰術卡可以理解做啲陷阱，當達成條件咧就會發動，同埋聖物卡又係提供啲能力俾玩家用。佢同 Pokemon 啱啱打出嚟嘅精靈冇得即刻進化係一樣嘅。啱啱打出嚟嘅卡咧，除非有衝鋒嘅關鍵字啦，否則第一輪咧都唔可以即刻進行攻擊。二人對戰嘅遊戲版圖咧，主要有前排3格同後排3格。後排遠攻咧只可以打前排嘅卡，而前排嘅卡咧就可以揀打主宰或者打前排嘅武將。打鬥就計武將底下嘅戰力值。最基本結算效果咧係例如我武將嘅戰力係3000，我揀打對手同樣都係戰力3000嘅武將啦，結果咧係會兩敗俱傷一齊死嘅。又如果我攻擊嘅武將戰力係4000，對手近戰嘅戰力係2000，而佢正後排仲有隻2000嘅工兵，佢哋加埋都係4000戰力嘅關係咧，就可以發動叫支援嘅技能，即係死後排嗰隻兵嚟抵消呢場戰鬥。而如果打主宰，對手咧就可以用手牌上同等嘅戰力卡牌擋，唔擋嘅話咧，主宰直接扣1滴血。當玩家做晒嘢咧，就可以 pass， 場上所有增加或者扣咗嘅戰力咧都會 reset， 然後升1點天災值，天災一過8點咧就會觸發天災卡，都係啲對兩邊造成效果嘅卡嚟嘅。來回直到有主宰死亡咧就會完 game， 剩翻嘅主宰就會獲勝。佢遊戲個主題咧俾我感覺係似套動漫終末的女武神咁樣噶，有一堆出名嘅英雄召喚出嚟大混戰啦。嗰套嘢咧我睇到中途係棄咗啊，因為我覺得冇咩內容啦，而且戰鬥唔對等到好誇張。例如開膛手傑克究竟點樣同海格力斯打呢？覺得佢炒埋啲名人一碟好怪嘅，咁角色咧又個個都好似冇痛覺咁樣。加上佢動畫啲畫咧又崩啦，真係頂唔住啊！咁題外講完啦，又講翻隻 game 嘅玩法。玩法上咧，開頭又會係遇到卡牌遊戲常見嘅情況啦。咁有啲關鍵字係需要停一停、內化一下嘅。但係基本上咧，玩一次對佢卡牌同埋遊戲流程咧，都應該已經上到手同埋有基本嘅熟悉。咁啲技能可以做幾多次，喺幾時可以做咧，都喺張卡度寫得一清二楚噶啦。咁我同智障咧都幾中意呢隻 LCG 遊戲噶。喺最開頭嗰陣咧都提及過，我覺得二人 game 咧最重要係有互相攻防嘅拉鋸力喺度噶。呢隻 game 咧係好做到呢個效果，無論係軍團卡啲武將打鬥，或者戰略卡上面做啲反應嘅反制，每一張牌設計咧都係為攻擊對手而嚟，係好有互動嘅。而單以我體驗嘅天庭同太陽城兩邊對戰卡組嚟講呢，我覺得各自嘅牌組都好有佢玩法嘅特性，能力上亦都平衡嘅。例如天庭嗰邊啲武將咧，無論戰力同技能都好優秀嘅。我哋玩幾場咧，邊個出呂布都會搞到對手好頭痛，但係出牌個 cost 就會好貴。相反，太陽城嗰邊啲武將咧，戰鬥水平係比較參差嘅。講緊呂布嘅戰力打一下係扣9000，一隻靈武兵先得嗰2000，但係佢對靈武兵僵屍般嘅生命力，加有一堆聖器嘅加持咧，對比上一啲都唔遜色。因此玩嘅過程咧係好有拉鋸同埋變化嘅。例如我本身咧係撳住智障嚟打㗎，但係咁啱就出咗張智障開 game 前揀嘅天災卡。雖然呢張卡對雙方都有影響㗎，但係我所食嘅負面影響係更大。戰況即刻咧有個無形嘅缺口，局勢咧就咁扭轉咗啦。後期我係全程捱打，以為輸硬㗎啦，點知又唔係喎。咁啱智障咧就中咗我張反擊嘅戰術卡，導致咧我抽到張聖物卡，做到一連串嘅連鎖技，絕地反擊，最後仲險勝埋。過程卡牌上位置上嘅配合同部署，應該專心打主宰啊，定係清軍團？好多考量咧都令遊戲好有張力嘅。個戰局充滿住變化同埋緊張感，未到最後一刻咧都唔知邊個會贏。再加上咧佢所有卡牌嘅 artwork 真係好靚，唔係揸流灘，設計上都好清晰咁睇到所有需要嘅資訊啦，玩落都好賞心悅目。所以呢隻 game 咧都幾推薦大家可以體驗下嘅。近年玩過二人對戰卡 game 嚟講呢，我覺得呢隻都令我眼前一亮，可謂係誠意之作。佢係一隻內地出版設計嘅遊戲啦，冇登錄 BGG 網頁上面，所以佢咧冇太多資訊。不過我見到咧 Tabletop Simulator 都有嘅，咁有興趣大家都可以去睇下。其實我覺得都幾勁嘅，因為我覺得咧亞洲地區設計到隻有策略、玩法平衡、有重玩性嘅 LCG 類 game 係好難得嘅。好多時市場咧跑出嘅都會係 party game，咁自然大家都會主力去發展 party game。呢類型遊戲咧要花好多心力做測試之外咧，仲可能結局係無人問津。不過內地有個優勢咧係我諗個生產成本冇香港咁誇張。最後咧係我覺得佢性價比都幾高啊！綜合晒咁多方面咁多靚卡呢隻 game 都係200蚊左右啦。
我玩係第一季啦，咁已經出咗第二季，佢個市場反應咧都幾好嘅。咁曾經有段時間咧係一盒難求，佢仲有搞啲比賽啦。而最令我震驚係咧，佢出嘅典藏版竟然曾經炒到上2000蚊，估唔到可以睇到新出嘅 board game 都可以好似辣布布咁炒嘅一日，成績真係好誇張。時隔2個月啦，總算揾到隻啱心水嘅 LCG 遊戲可以繼續玩落去，同埋介紹俾大家。另外都想分享翻上年年尾所講想捐 game 嘅進度啊，因為行動力低下嘅關係咧，最近終於找數啦。我挑選咗啲輕刷派對或者二人遊戲咧，捐咗去一間叫借嘢嘅機構。附圖係嗰8盒 game 啦，咁人力有限嘅關係拎唔到咁多啫。我覺得呢啲咧都比較適合家庭受眾，容易學啲嘅。因為如果我捐例如 Daitoshi 啦，咁我哋嗰陣都睇咗成粒鐘說明書，我只係想像到呢啲小朋友玩互掉 token 嘅畫面，咁所以都係算數啦。再介紹翻個機構啦，咁據我所知由東華三院負責營運嘅，咁喺大角咀嗰頭啦，主要就俾市民可以唔使買嘢，免費借嘢用。我覺得個理念唔錯嘅，咁所以都想支持同喺度推廣一下。半年前都講過啦，捐 game 嘅初衷咧係我自己都係借 game 而第一次接觸桌遊嘅，我覺得好值得傳承落去啦。咁小朋友玩完未必一定會中意呢個興趣，但係起碼都叫見識嘅喎。咁唔知最後會唔會達成到呢個成果啦，或者可能都冇人會借，但係唔緊要啦。咁總算實踐咗我想做嘅嘢。咁6月上篇嘅感想呢，就大致分享到呢度啦。多謝大家收聽先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